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市政府在市政会议中通过追加预算案与垫付款案，将送交市议会审议。其中，敬老卡点数从今年7月起提高到每月600点，让高雄长者生活上更加便利。高雄市政府宣布，今年7月起，高雄敬老卡由每年1200点调为每月600点，等于增加5倍。民众表示，敬老卡点数大幅增加，可让高雄长者在生活交通上更便利，也可以提升敬老卡使用意愿。因为他替我们这个老人家想得很周到。很好，它可以使用的范围比较贴切他们的日常所需，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提升他们的使用意愿。很好啊。怎么说？就给增加就好啊。高雄市社会局表示，为提升长者福利，市府宣布，从今年7月起，高雄市敬老卡将由原本每年1200点额度大幅提高为每月600点，提高后每年为7200点数。高雄市的敬老卡哈，因为我想长辈也很期待说我们敬老卡能够做一些调整哈。那我们市府很大力的支持，我们也去争取了相关的一个最佳预算哈。那目前就是要送议会去做一个审议。那如果通过的话哈，预计在今年的7月开始，我们的敬老卡会有做一些调整。那目前我们敬老卡是1年是1200点的一个社福点数。那7月开始我们会改成每月有600点，也就是说1年会有7200点的这样的一个社福点数。那另外在用途的部分的话，我们有新增在我们公营的市立医院哈，我们的门诊挂号费我们是可以一次扣抵50块。那另外就是目前特约计程车我们是一趟次是扣50点，那未来我们在7月也会把它调整为85点。敬老卡除了点数增加外，使用范围也同步扩大，未来可使用于公营市立医院及卫生所门诊挂号费。特约计程车每趟可扣点数也提高至85点，期盼在交通与医疗等日常需求上，提供长者更完整的服务。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高雄捷运营运满18周年，路网建设也迈入新里程碑。去年动工的高雄捷运黄线，目前进度超前，已达10%，预计2032年局部通车。不过，大型工程也带来阵痛期。澄清路一带因施工疏简车道，通往长庚医院的救护车常被卡在车阵中，引发民众担忧。高雄捷运营运满18周年，运量也逐年攀升，今年更持续规划新路线，像是在去年正式动工的黄线，就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许多民众都期待可以赶紧通车。当然是乐观其成啊，就是高雄市太多摩托车了嘛，对啊，如果捷运跟整个交通网络都已经很发达的话，我想或许高雄市的居民也会慢慢的改用大众运输。刚好就在澄清湖的门口哈，所以未来期待它的游客或者是来这边旅游的能够多一点。高捷黄线的路线样貌就如同它的英文字母一样，呈现一个 Y 字形。整段共有23座车站，跨越6大行政区，涵盖人口超过100万。整体计划预计在2032年局部通车，目标在2034年全线完工。目前工程微幅超前，整体进度已经超过10%。那现在黄线的进度大概10%左右。那目前进度微幅超前哈。那有关于黄线全线的机电标跟那个轨道标的部分已经全线都已经完成发包了。那土建标的部分我们分成2个部分啊，第一个阶段的部分呢，我们的3个统包标都已经全数的完成发包。那第2个阶段的部分，我们设计标同时在同步进行。那后续的施工标，我们将会跟着那个设计的进度逐渐来做一个发包的作业。只不过伴随大型建设，一定就会有交通黑暗期，尤其是黄线 YC03标就坐落在澄清路上，让原本就容易塞车的路段状况加剧。加上这段路是通往长庚医院的重要路线，救护车也常会被车阵堵住，引发民众担忧。车子来这边就是大家又挤在一起啊，对，就要避开那个救护车这样。
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啦，对啊，这是可以预见，尤其是上下班期间，交通流量是真的超大的啦哈。那建议说，是不是能够红灯的秒数或者是绿灯的秒数能够？红灯就是稍微把它缩短，那绿灯的秒数稍微把它延长，看是不是能够稍微舒缓一下交通的流量。除了替代道路之外，我们也会透过举办地方的说明会来跟大家来说明。那另外，我们后续针对绿色通道部分，我们也会邀集消防局、卫生局、区公所。以及我们相关的工程单位一起来做一个研议精进。随着黄线工程迈入长期抗战，澄清路段的塞车难题恐怕短时间内难以根除。虽然市府承诺会加强引导并增加义交数量，但施工单位和用人之间可能还有一段不短的交通阵痛期要走。解说员居高雄报道。高雄九如路桥改建工程持续推进，目前正进行河西路段施工。不过，衔接同盟路的路口因为地面高低落差大，两端车辆左转时几乎看不到对向来车，形成视线死角。地方呼吁应尽速检讨改善，避免未来通车后再酿意外。车子通过同盟路段，如同爬好汉坡一般，得加足马力向上开。只是开到最上头，驾驶才惊觉到对向车子的动向。不止如此，另外安全岛更向此偏移，稍一不慎便会撞上，十分危险。我骑上来的感觉一直注意前方的话，那可能因为它有偏差的关系，那可能会没有办法注意到对向来车。尤其是晚上的话，如果视线更不好，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下底要起来到顶头遮无，遮头前有一个做防撞迄个电火的条啊伫遐，有可能起来的人看无，可能会怎弄对去条啊落。安尼记录叫你做安尼是真水，不过它有死角。你上坡的时候对面的车道刷往它的左边偏，迄唔知影人都爬起来先啦，驶较紧速个，唔知影就伫个中央分割道甲结落啊。九如路桥日前曾进行抬高工程，因此在衔接同盟路段的部分，路面坡度差相当大，两端左转会车几乎看不见，形成视线死角，相当危险。有鉴于日前发生严重事故，地方希望政府单位能把路面坡度差、视线死角及时修正，或是设立警告标示，避免通车时重大事故再次发生。因为这边迄阵已经弄死一个伫遮，咧当时间的时候就死一个伫遮。我希望讲这条桥做好，开4-5亿伫遮做我讲爱做好，唔通有产生死角。担心若发生人命的时阵已经要改真的是有较慢小可。我希望讲咱新建工程处要把这个死角的问题拿出来台面讲，你提早可以在这边那个电杆的前面提早打方向灯的标志标尾给用起来，唔嘛一挂落尾甲左偏右偏真的是看不下去了啦，足危险啦。从这个条啊是毋是会当看是要去移刷一下好势无？你即摆咧起来，大家啦无注意的是弄的迄个可能的车，不管是会发生啦。这种问题可能施工单位小可要注意这个状况，一个无。这人讲若现在咧发生车，足麻烦的啊。新九如桥改建工程已经达到60%，高雄市政府力拼在今年6月提前全线通车。面对只剩最后几个月的完工期，地方期盼市府能看见缺失，把握时间修正，务必要给在地人一条便利又安全的新要道。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近来高雄不断新增国际航线，也带动一波出国旅游热潮。高雄直飞日本9大航线，今年1月的达成数据也出炉，其中以熊本航线表现最弱，达成率不到80%，在各线航线中排名垫底。疫后高雄国际旅游人潮逐渐回温，加上各式直飞航线不断加开，也带动不少观光收益。不过，近来民航局公布今年度1月份国际航线运量，高雄直飞日本9大航线皆有亮眼成绩，但其中的熊本线搭乘率却不如预期，仅有不到80%，也引发议论。熊本航线自2025年底开航以来，虽受限于当地地勤人力供油人不足的问题，初期是采自带来回游的方式营运，使该航段最大的承载限于77%。然而，即使在此营运限制下，该航线凭借着市场需求，累积绩效持续稳定获利。随着日本当地相关单位积极的协助下，供油问题将于下个月4月来克服。
预计届时载客率将有机会上看90%，进一步推升航线的获利动能。根据资料指出，高雄国际航班中，日本线运量占比为 35.3%， 其中9条直飞航线载客率分别是东京成田 92%、大阪关西 90%、冲绳那霸 89.9%、福冈 95.4%、名古屋 96.3%、熊本 75.5%、北海道 94.6%、冈山 89.8%、仙台 96%， 其中熊本虽有台积电加持，却是最低。航线载客率本来就会有起伏，尤其1、2月旅游旺季，对于商务航线会比较不漂亮。未来熊本除了商务客之外，我们会再加强双边观光，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所突破。高雄机场的复苏应该不能只靠单一企业的设厂，比如说我们熊本有台积电嘛，高雄有台积电，不是应该是强化南台湾跟日本地方城市的结盟。熊本县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多大的一个人口不算多我想说市府应该加强跟熊本县厅的一些观光互惠，特别是针对联航这部分的旅游导向的客群，开具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的套票套餐之类的否则如果单靠台积电的工程师这样往返，短期间要把载客率用到90%、80%以上，是有它的困难度，所以发展观光才是重点。对此，立委许智杰也认为，相比其他航线以观光作为主要客源，熊本县大多以商务客群为主，因此在旅游旺季才会形成数据比较低的现象。后续也会持续推动相关旅游搭配，有望提升运量。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开业40年的古早味饭团，每天清晨5点半开始营业，就不停有客人上门。店内招牌饭团分成荤素2种，不论大小，通通铜板价，分量实在又美味，让不少饕客一吃成主顾。点餐的民众还在等待，门口又有机车停下，加入排队人潮。开在松江市场与高医大附近的古早味饭团，开业至今40年的时间，靠着一颗颗料多实在、平价美味的饭团，从清早开始上门的人潮就不曾停过，成为众人上班上课前最爱的早餐选项。它的素食的咸蛋口味很好吃，它的油条很脆，平常人还蛮多的，老板娘动作都很快，所以马上就可以拿得到饭团。大概1个礼拜会来个1次吧。然后它的咸蛋饭团蛮好吃的，然后鲜奶茶也蛮好喝的。我觉得油条很脆，这个很加分。然后咸蛋也蛮够味的。然后米粒的软硬度适中，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的。我还蛮常来这家的，都点它的小咸蛋。它的小咸蛋是蛮古早味的，是真的是蛮新鲜的，食材也很好。平常有时候蛮多人的，但是要看时间，就是有时候人比较多的话，就需要排队等一下。刚包好的饭团握在手中，几乎与巴掌一般大小，光看就能感受到实在分量。切开后的饭团丰富配料清楚可见，软 Q 糯米包裹住酥脆油条，结合咸香肉燥与酸菜，层层堆叠出熟悉又满足的古早味。我们的饭团是比较偏古早味的里面会有肉松、肉燥、咸菜、菜脯、油条跟咸蛋。那像说咸菜、菜脯这一些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炒的，肉燥也是香菇肉燥也是都我们自己炒的。那如果那个米饭的话，我们是选糯米界里面最好的糯米，对，然后它吃起来会比较 Q。那客人他有反馈，就是说，吃了比较不会胀气，吃我们的不会这样，比较偏传统古早味，然后他又吃得饱，比较有饱足感，然后一颗就觉得可以撑很久了。简单朴实的饭团，用最纯粹的味道抓住人心，40年来不变的味道与分量，让饕客们就算搬离了这个街区，依旧会专程回来享用，只为了再尝一口记忆中的古早味。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台南有一家川味麻辣锅店，把汤锅一分为3，推出吸睛的冰室锅。不只有散化新鲜直送的温体牛，还能吃到一整只鳖入锅。另一家主打每日现熬汤底、顶级肉品的南霸天火锅店，也因应季节推出系列草莓甜点，吸引不少饕客尝鲜。
你没看错，一锅汤竟然能有3种口味。台南有火锅店推冰室锅，除了最基本的龙骨锅，还有青花椒和麻辣锅，强调正宗川味，加入3种辣椒和大红袍花椒。业者更因地制宜改良汤头。我们来这边有微微的调整过，因为在那边呢，在四川那边呢，那个麻辣汤是不能喝的啊。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说我的汤底是用龙骨汤。麻辣蛮香的，蛮特别的。青花椒那个，我觉得我最喜欢吃。我觉得它麻又不会辣，麻而不辣，蛮特别。食材除了常见的毛肚、腰花、牛肉丸、贡菜，还别出心裁，将四川风味结合在地特色，将每天上化直送的温体牛裹上厚厚的特制调料，涮下去相当过瘾。当中最吸睛的是这一整只的鳖，这还蛮惊奇的。对它，而且它是整只的，对，但是对啊，但就吃起来就是很有胶质，满满蛋白质的感觉。用餐的客人都直呼太牛辣，而同样也是主打每日现熬汤底、顶级肉品的南霸天火锅店，则是推招牌天香麻辣汤，以20种温和中药材搭配麻辣豆瓣酱、牛骨辛香料，汤头温纯香辣不呛口。也有加入一些牛油，然后跟郫县的豆瓣酱，我们去整个辣油的过程，我们是用自己去炒的，那炒出来香而不腻。这间店还搬过新家，现在位于中华路上，有着整排的新鲜海鲜食材夹到饱，熟食区还有炙烧鲑鱼寿司等多种选择。现在配合季节推出草莓季，不但能爽客冰箱内的草莓甜点，还有限时限量的草莓雪花冰，满足甜点控的味蕾。记者邱怀棠的报道。中嘉宽屏嘉禾持续深耕山樱树生活圈，13日全新门市正式开幕。店内规划智慧生活体验区，供民众体验多元影音与宽屏服务。开幕期间也推出多项优惠活动，吸引不少民众到场。请贵宾齐结。热闹的剪彩仪式象征中嘉宽屏嘉禾三峡门市正式开幕。新门市选在三峡民生街商圈设立，整体空间以顾客为尊、数位体验为设计理念，规划智慧生活体验区，让民众可以现场体验高速光纤上网与多元影音服务。我想山樱树、三峡莺歌树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圈，在过去几年发展的非常快速，然后人口成长得非常的快速。所以中嘉宽屏在这个地区其实都也在做很重要的光纤建设以及服务据点的扩展。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嘉禾门市的开幕，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面不只提供我们高光纤品质的高服务的高品质服务以外，那因为现在体验经济非常的发达。那我们提供的这个一个体验智慧家庭体验的生活展演区，使我们的嘉禾的朋友走进来的时候，可以实际体会到我们的高速宽屏、影音娱乐，还有智慧家庭所带来的生活方便。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些服务带回家，让他们在家庭跟朋友、跟家人，还有在工作上或是学业上面，可以充分的使用。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三峡区长施玉祥也特别到场参加开幕式，感谢中嘉宽屏长期深耕地方，也对持续进步的机上盒跟服务品质给予高度肯定与祝福。当然，今天很开心，我们中嘉宽屏嘉禾有线电视在我们这个三峡地区成立的这个门市，我想说一定会给我们乡亲更多的便利。那刚刚看到这个嘉禾现在的这个设备，不只是看有线电视而已，里面还有很多非常科技化的，连唱歌都可以，而且在上面可以看影片，可以上网。我想说，现在这个 AI 时代，有这么棒的这个嘉禾有线电视在这边驻点，那一定可以给我们三峡的乡亲有更棒、更好的服务。那我们也期许说，中嘉宽屏嘉禾有线电视，收视户可以成长更高，然后。多位议员也到场祝贺。洪家军议员不仅本身是用户，对中嘉宽屏嘉禾常年扎根记录地方生活给予肯定。这不只是让善念扩散，也是地方上的好邻居。家军的亲身经历就是说，曾经我们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个故事，不论是地方的文化或者地方的一些趣闻，都借由我们中嘉禾被看到。然后呢，它就像是怎样？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好。所以我觉得就像是让爱传出去一样，真的感谢我们很多中嘉的伙伴，
还有我们嘉禾的伙伴，我们一起加油！我相信地方会因为我们的报道越来越好。为了欢庆嘉禾新门市开幕，中嘉宽屏推出多项限定优惠与活动，有期间限定的来电礼、成功申办网路，还有优惠跟加值服务。所有来这边的 Hold to B， 我们的住户，你只要来电，我们都会有这个非常方便放那个遥控器的遥控器的架子啊，进店都有哦。然后另外就是，当然我们也准备了很多优惠好康，所以欢迎所有我们三峡莺歌树林这边的那个好朋友都可以来我们新的门市坐坐。然后呢，我们新的优惠，比如说400枚只要599，而且在这个开幕期间还可以多送您新的加值好礼，比如喜欢追剧的朋友就可以享受 Friday 影音，然后喜欢看电影的也可以选择 Catch Play。中嘉宽屏长期深耕地方，未来也会提供更物超所值的光纤上网方案与智慧生活服务，积极投入在地服务，参与地方发展，与社区携手打造更便利、更智慧、更高品质的家用数位生活环境。也期待在全新据点持续为社区提供贴心服务，满足用户多元的数位生活需求。记者赖伟一新北报道。嘉禾有线电视公司三峡中山门市开市大吉。有少棒之父之称的谢国成曾为金龙少棒队募款，帮助球队勇夺美国威廉波特冠军。台北市斥资1500万元整建青年公园棒球场，并在3月13日正式冠名为青年公园谢国成纪念棒球场，期盼提供更安全的训练环境，培育更多棒球人才。请揭牌，青年公园谢国成纪念棒球场正式启用。在台北市长蒋万安、谢国成棒球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谢南强共同揭牌下，台北市青年公园棒球场正式冠名为青年公园谢国成纪念棒球场。谢国成长子现年91岁的谢南强说，好几年前就想以父之名冠名球场，现在心愿终于实现。他也宣布，未来谢国成杯少棒赛将在这座球场永续举办。今后谢国成杯的比赛就永续在这里举办。比如说，今年的谢国成杯锦标赛就在几天以后，3月21号就在这里开幕举办。也希望我们有机会邀请亚太的锦标赛来这里举办。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球场的全面整修与升级，包括全垒打墙更新、场馆优化，以及球员休息室与贵宾休息室升级等，希望让小选手能在更安全舒适的环境下享受棒球的乐趣。另外，球场入口也设置谢国成先生传记故事墙，透过图文记录其推动少棒运动的历史与精神。最主要特别感谢我们谢国强棒球基金会。对于这一次我们整个场地整理投入的各项经费赞助，所以包括我们看到全垒打墙的全面更新，还有包括座位席全面的整修，以及场馆全面系统的优化，包括了球员休息室以及 VIP 室，所以整体的规格再次提升。那我想最重要，棒球的发展必须要有源头的活水及基层的扎根。除了日前我们协助东园国小添购交通车，以及包括打造全国第一座室内打击练习场，我们是希望让小选手们能够在一个舒适、安全，而且符合科学的训练场地，能够不断的精进他们的技术。那当然，今天更重要的揭牌仪式，也要让我们记得台湾的棒球之父谢国成先生，在过去长期用尽毕生的力量，对于台湾基层棒球的付出。居中促成北市府与基金会合作的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也强调，谢国成先生当年对少棒运动的积极推动，才开启后续台湾棒球的辉煌历史。我们知道棒球等于是我们的国球了啊。今天棒球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有这样的成就，其实真的要感谢这个谢国成先生当时提倡少棒的运动，因为有少棒，才有青少棒，
才有这个成棒。体育局方面表示，青年公园棒球场在2024年完成人工草皮铺设后，成为国内第一座人工草皮少棒场，提供更安全的竞赛环境。这一次与谢国城棒球文教基金会合作，投入1500万元全面升级球场设施，更大幅提升场馆功能与观赛品质，期盼未来能培育更多的台湾棒球英雄。持续为我们台湾基层少棒来加油打气，选手们加油！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结婚新人从挑礼服、拍婚纱到找饭店等等，每个环节都得花费不少心力。全新高定婚纱品牌朱墨特别选在奇美博物馆北侧花园举办品牌首秀，不仅结合在地艺术场域与国际高定工艺，也展现台湾婚嫁市场正朝向精致私人定制的趋势。不同于传统婚纱秀，朱墨婚纱特别将发表会移到奇美博物馆北侧花园举办，现场展示10套专为当代女性打造的高级定制礼服，并结合法式庭园婚礼布置与精致餐点，打造一场沉浸式的婚礼体验，为台湾婚礼市场揭开高定美学的新篇章。新人当他们2个决定要一起踏入婚姻的时候，那其实是2个生命的共同并肩而行嘛。那结婚婚礼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段旅程的开始。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整合美学的概念，让新人可以在这个婚姻的一开始呢，结婚的这段期间，是用非常非常开心的心态、轻松愉快的方式去踏入礼堂，而不是在这个忙碌奔波，然后苦恼之余，然后完成他的婚礼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朱墨创立的这个品牌理念，我们要为我们的新人去做量身定制的婚礼。结婚对新人来说是一生一次的重要时刻，从挑选礼服、拍摄婚纱到宴客场地与婚礼布置，每个细节都得花费不少心力。朱墨婚纱整合每个环节，让新人们不需分心各项婚宴流程。就是一般人在踏入婚姻里面的时候，这前面结婚是最麻烦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我不要办婚礼好了，太麻烦了，我登记结婚就好了。可是婚礼这件事情，其实会为新人未来创造很多的回忆的。所以呢，我们刚好反向的去操作这件事情，我们帮他整合了所有新人他在婚礼上面会需要用到的元素，我们帮他整合起来，而且呢，我们是统一的整合美学，就是我们的一步一步其实都是环环相扣，跟美学呼应在一起的，而不是婚纱一个款式，餐宴又是一个款式，然后呢餐厅的布置又是另外一个风格，那就会变成全部都是独立切开来的。好，那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营造出这样子的不同的一个商业模式，来为我们接下来的新人去做这样子的规划。朱墨结合艺术与美学，展现婚礼产业朝向精致化、客制化发展的新趋势，让新人在步入人生新阶段时，能以更具品味与风格的方式，留下一生难忘的回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桃园观光再添新亮点，全台唯一的阿玛牌生铁锅观光工厂10号在平镇正式开幕。业者深耕30年制锅技艺，如今转型为观光工厂，让民众近距离了解传统工艺。市长张善政也到场大赞，这是结合传统与现代科技的桃园骄傲。1、2、3，实力坏，从上面到下面，大火猛烈炙烤，手脚利落翻转。阿妈牌生铁锅，执行长叶清源拿起高温喷灯，熟练地为崭新的铁锅抹油、火烤开锅。过程中不仅仔细讲解每一个重点，甚至很开心地唱起歌来。爱的爱大理。这份把做锅当成一门艺术的职人热情，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而这份传承了30年的技艺，如今更摇身一变，成为桃园观光的新亮点。尽管外头下着大雨，这座于10日新开幕的观光工厂内却是热闹非凡。这间曾5度荣获淘金好礼的在地优质品牌，
阿妈牌生铁锅正式转型为观光工厂。桃园市长张善政亲自出席检，肯定企业将传统产业发扬光大，为桃园观光再添亮点。我们桃园每一个观光工厂都非常有特色。那么阿妈台生铁锅，这个在全台湾的观光工厂里面是唯一的，把传统的技艺结合现代的科技，做到尽善尽美。这个是非常非常令人兴奋。尤其它制造过程里面特别注意，就是在将来在使用锅子过程里面不会释出任何的有害毒物，让大家用得安心，吃得安心。这个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也非常非常高兴。我们叶执行长跟吴总经理30年的创业有成，今天终于在观光工厂的成立的时候，让大家看到他们成功的背后，非常非常令人激赏。从夜市叫卖起家，一步一脚印，走到拥有专属的幸福旗舰馆。总经理吴宇华感动地表示，一路走来受到经济部与桃园市府的诸多辅导与帮助。如今工厂不仅是制造端，更是推广回家吃饭、幸福温度的重要据点，主打双重认证的品质保证。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与桃园市政府以及各局处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让阿妈牌生铁锅不仅是可以做产品的工厂，也要成为台湾桃园观光的一个特色的据点。我们这个是2个 MIT，Made in Taiwan 跟 Made in 桃园，对，我们以桃园为荣。好，那我们能够加入桃园观光工厂的这个大家庭，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座观光工厂，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桃园，然后也能够多停留一站，多认识台湾的一个品牌。也希望桃园的观光，为桃园的观光发展尽一份心力。为了让铁锅好用又健康，执行长叶清源发挥机工科背景，从选材到去碳抛光，一路将铁锅改良到第8代。现场更亲自示范独家的开锅技术，展现锅具无任何化学涂层，不仅导热快、耐高温，更不怕铁铲刮磨。其实也是因为经发局还有观光工厂协会他们一直鼓励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我们后来想一想，好像也对，可以让更多人知道锅子怎么做的，所有制作过程都公开透明，没有秘密。阿妈牌生铁锅秉持手工打磨与无毒理念，成功转型为观光工厂，提供自成导览及寓教于乐的体验活动。民众未来到平镇，除可亲睹精湛制锅工艺，还能将台湾本土的健康好味道带回家。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台北市中山区在填绿地，市民大道3段与威水路口的朱园公园正式启用。原本被铁皮占用的空地，如今转为开放绿地，也是区内最后一块完成开辟的公园用地，提供民众更多休憩空间。启用典礼在地方居民与市府团队见证下热闹登场。朱园公园面积为1021平方公尺，整体设计结合历史与城市意象，以水波纹与铁道元素为灵感，呈现流动的城市记忆。公园内设有街角广场、多功能活动空间与休憩座椅，并种植多株乔木与绿化植栽，打造兼具景观与功能的都市街角公园。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在原来我们施工之前，它是一个主要是铁皮屋建筑的一个临时建筑，那因此我们才有这样改变它的这个景观的这样的构想，开辟这个公园。那整个设计的内容大概分成3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西边，也就是我们现在各位的右手边，我们是一个街角的缓冲区。原因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很繁忙的一个交通路口，那车流量也很大，所以使用这个公园的人，除了我们公园的爱好者之外，还有一个穿越性的一个人潮的通过。因此，我们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可以通行的一个缓冲的广场。那中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我们设计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城市活动区。那在东侧，也就靠近这个住宅区的部分，我们辟建了一个可以作为民众使用的一个健身的场所。
现场民意代表及当地里长也到场共襄盛举，与居民一同见证公园落成。当地里长表示，朱园公园的规划过程重视社区参与，许多设施构想都来自里民讨论与建议，让公园更贴近地方需求。他也感谢市府团队与居民共同努力，让原本杂乱的空地转变为社区共享的绿色空间。我们在规划这个朱园公园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是说请我们的里民都来参加那个讨论啊，所以很多的设施啊的雏形啊，都是在我们的讨论之中得到一个可能在经过协商以后的决定的结论，所以才有今天这个公园的一个样貌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大家都知道哦，我们台北市其实真的可以开发的地方不多了，但是呢，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园开发起来，从过去的铁皮屋到现在大家看到非常顺畅的公园动线，非常漂亮的这个植栽绿地，非常舒适的这个体健设备，真的，我们里长还有我们公园处，我们在地所有很多的朋友都帮了很多的忙。市府表示，朱园公园不仅改善周边环境，也成为社区交流与活动的重要据点。未来除了日常休憩外，也可以作为市集、节庆装置或社区活动场地，为城市注入更多的生活气息。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老少咸宜的运动布袋球，目前全球已有约70个国家推广。中华民国布袋球协会这回把这项运动带进台南市议会，让官员与议员亲自体验。台南市体育局也表示，未来将研拟补助推广到社区与长照中心，让乐龄长者一同参与。拿起小小的沙包抛出去，看谁能进洞。中华民国布袋球协会特别把布袋球赛道搬进议会，议员和市府局处首长们都玩得不亦乐乎。看似简单的动作，但要控制力道和精准度。觉得很有趣，然后觉得过程当中会很期待可以那个命中，但是刚才都差了一点点，中了1分，没有，好，3分。已经3分了，有进洞了，真的很不错的运动，从小朋友到长辈，真的可以把这个活动带动起来。以大拇指与中指固定球带，同手同脚摆荡，瞄准中心线，稳定出手，再加上手腕旋转的力道。教练说，练习半小时就能上场比赛。布袋球运动源自于美国，因为规则简单，场地要求也低，成为国际上超过70个国家推行的全民运动。中华民国布袋球协会也希望在台湾能进一步推广，可以推展给我们的身心障碍者，或者是高龄者，或者是我们的一般学校的普通班的学生啊，或是一般学生都可以参与。台南市里边的30几个区里边都有乐龄的俱乐部，我希望未来能够帮忙他们买一些器材，然后在乐龄的学习活动中心里边，然后来推广。投掷动作简易，不需裁判判定，适合在学校、社区机构与长照中心推动，不仅增进健康，也增进情感交流。台南市体育局将大力支持，让布袋球在台南普及。记者周怀谈的报道。桃园中原夜市近期被网友点名，街头出现多张顶让和出租告示，引发倒闭潮讨论。不过商圈代表出面澄清，强调仅属于正常淘汰，假日人潮依旧热络。针对中原夜市长期无法合法化的问题，市府也表示将研拟相关管理机制，协助商圈长期发展。热闹的桃园中立中原夜市，向来是年轻族群与大学生最爱逛的商圈之一。不过，近期在网络上却有民众发文指出，年后走访中原夜市，发现整条街变得超级冷清，甚至有不少店面张贴出顶让或出租的字条，质疑商圈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倒闭潮。针对网络上的不实谣言，中原商圈创会理事长陈嘉欣亲自辟谣，强调商圈的现况并非如外界所传言的那般不堪。针对这一段时间的那个网络上面的不实的这个谣传也造成我们的一个困扰。
其实在于中原商圈里面的一个中原夜市，每天的那个人潮好都还是蛮多的。然后当然是碰到这个下雨天啊，或者说是假日，下雨天跟平日跟假日的这个人潮的比例确实是有差别，因为所有以中原这边来讲，都是以年轻人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主要的对象所以平日呢大家上班就是人潮会略微少一点点假日人潮就非常的多，因为你有出去就一定有人进来这个就是说看每一个人的你的商品的能不能受到这些年轻人的一个青睐如果说你的商品是能受到年轻人青睐，你在这边就自然就可以经营的很久。不管是在哪一个夜市，或者说是哪一个商圈，都是属于一个自然的、很自然的一个汰换我就觉得这个倒没有什么。中原商圈发展协会表示，商圈店家的更迭属于良性竞争，只要商品具备吸引力，就能在这里站稳脚步。而在地摊商对于网络上的倒闭潮说法，也感到相当无奈，纷纷跳出来替自己发声。顶浪潮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生意平常也是平常的量，假日的话都是一样爆满的，没有所谓的顶浪潮跟倒闭潮。中原夜市在假日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多的人潮。那并不会像说是网络上面流传的有这么多的倒闭潮，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中原夜市逛逛，这边有很多好吃的、好逛的，那也多多支持我们中原夜市。除了人潮与顶让的争议，中原夜市长期面临的合法化挑战也再次浮上台面。由于周边属于住宅区，摊贩设摊常面临违规取缔的风险。商圈发展协会其实早在民国110年就已经将相关文件送交市府申请合法化，但受限于现行法规中土地所有权人同意的门槛过高，进度持续卡关。对此，桃园市经发局表示，目前正在研拟相关的应变与解套措施。就是说他们在土地权利文件部分取得上面是比较有困难的。那其实，在经发局这边的话，我们大概也有去研拟、去思考了几个方向，可以去作为一个措施。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在他申请范围内，我们尽量挑选能够取得土地权属的位置来做划设。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目前也有在参考新北市的一个集合摊贩的一个管理办法。它里面也有提到一些算是折中的一个处理措施，比如说取得该路段60%以上的那个监护所有权人的同意。那这样子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折中的做法的话，其实对我们后面的一些就是比较硬性的条件上比较没有，就是可能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再来就是说，针对摊贩集中区那个的部分的话，其实像我们也可以参考其他县市一些已经成功申请的案例，比如说像宁夏夜市之类的，那他们的相关一些措施也会纳入我们后面检讨的时候一些手段。经发局强调，由于牵涉到法规变更与政策层面，目前市府仍在持续检讨与跨部门讨论中，尚未有确切的时程表，但承诺会积极寻求共识。期望在维护周边住户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能协助中原商圈转型合法化，让这个陪伴无数桃园人成长的夜市能持续繁荣下去。记者李承浩，桃园采访报道。为了促进社区长辈的健康，延缓失能，基隆仁爱区德后里结合市府资源，开办许多健康促进课程，相当受到长辈的喜爱。带您一起来看看。1、2，很好哦。3、4。在课程老师的带领下，社区长辈们齐聚在德后里活动中心，展开这堂击球的课程。运用轻量小型的弹力球来训练手部跟身体的灵活度，提升核心肌力与平衡感。来自社区的长辈们都很认真上课，里长的妈妈也是学员之一，鼓励大家一起来运动。击球老师教的全身都有运动到，手脚
都有运动到，是很好的运动。虽然说它是一个球，但是也运动到整个全身，脚跨起来啦，弯腰下去啦，那都有运动到，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为了促进社区长辈的健康，仁爱区德后里开办了许多运动健康课程，相当受到长辈的喜爱。庄玉超里长也感谢击球课程的老师，很有耐心地指导长辈，课程设计也相当多元化。然后像有一些动作我会给口诀，所以延缓他们失智。对，除了运动以外，还有脑袋也会运动到。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动作上是不是要特别设计，让长者对比较好记，像开花啊、风吹、脸红红啊这些动作，对，练武功啊，然后加上口诀、擦玻璃、亮晶晶这样，对，这些。所以跟一般的教法会比较不同，对，其他人就是有给说一就一，但他们就不一样，他们要有一点口诀，然后回家他就会练习，他就记得开花、叶子什么这些。就好的呀，对咱身体嘛有帮助啊。我感觉很好啊。搁熟悉一寡人我到40几年啊，熟悉无5个人。我即摆来接诊的，我来遮即摆熟悉100外个有，干那阮遮就足侪人啊。有较健康的感觉我本来头壳戆甲拢无法度行，我无爱练。里长伊妈妈拢定鼓励我练。我拄好啊，足疲劳的啦。即摆就来这，无落来，阮哪会甲看？讲你紧落来。而且这样动一动，身体会热起来吗？会啊，就已经在热了啊。对啊，就已经在热了啊。我们之前老师来还会再教我们先那个暖身运动啊。暖身运动完以后，他就每次都会教一首蛮现代化的或比较他在歌给我们带动。我觉得他很棒，这个老师真的很棒。那大哥有没有什么收获？有没有什么收获？我觉得较早人不爱叮当。现在当的感觉安怎？皮肤比较热络。更能 Q 嘛对啊，对。因为这运动搁熟悉足侪人啊。因为本来我是华丽战前去，阮内底100几户呢，怎啊来这拢熟悉范围之内，遮大家真侪人，而且搁对身体嘛健康啦。来这血也有甲降。安尼运动较袂安尼筋骨酸痛，有差。对。我们应该说关怀据点的课程都提供了，就是说长辈能够简单易学，然后又可以增加你的心肺功能，然后促进你的脑细胞循环，增加记忆力。因为你如果说记忆力不好的话，那5步忘记了，那大家就会提醒你。所以说常常很受欢迎的原因是这样子。那我们也会就是说跟仁爱卫生所啦，跟市政府的关怀据点来做配合，然后找一些适合长者教学的老师，然后来做一个延缓失智的课程。那我们一直办就希望说能够让长者走出来，增进健康，增进活力。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具有健康，健康最重要。德后里里长说，他会持续不断地鼓励长辈尽量走出来参加里内的各项活动。看到长辈们透过运动能逐渐的改善健康状况，他也很开心。期盼更多的社区长辈走出来参加活动，让身心灵更健康。记者黄志轩、陈淑平基隆报道。位于台南安南区的门若基金会银发优活园区，整合老人住宿与日照服务，照顾在地高龄长辈。园区强调，让长辈找回生活自主。今年第5年的聚餐活动，特别带着长辈从采买、备料到料理完成，重新找回成就感。位于安南区的门诺基金会台南银发优活园区，清幽的环境，除了因应在地高龄长辈照护的需求和社区的生活支持，特别的是园区地线的日照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岁，在长照人力荒当中，不只留住年轻世代，也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长照路。更难得的是，园区不只希望长辈被照顾、被服务，更是重新找回生活自主的能力。
所以在社工的带领，几位长辈就近一起到果菜市场四处寻找熟悉的摊位，采买围炉的菜色，找自己爱吃的，从备料的准备开始，满满的成就感。阮家拢70、80岁的老人啊，为行动较不方便，为今天出来是行动比较会走的人。都带我们出来果菜市场买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所以老师们对我们很好。带阮出来安尼逛迄个菜市场啊，爱食你爱食啥安尼拣买互阮大家空家食安尼啦。阮的心情足快乐啊，足欢喜啦。老师大家拢对阮有够照顾足好的啦。别看逛市场稀松平常，园区表示对一些行动不便的长辈已经是圆梦，并进一步强调社区的连结对长辈有很大的帮助。随着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在外出的部分真的比较不方便。那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出来走走逛逛。那我们也完成了那个长辈的一些小愿望，这也是帮助让长辈多一点社区连结以外，才不会有一些越来越走向让自己比较，才不会用很孤单的那种老化啦。那社区多一点连结，其实是对长辈有身心上的一个帮助。这样，部分长辈因为子女忙碌，越来越少有团聚经验，所以园区希望透过共同准备与用餐，补上逢年过节的陪伴。大伙儿看着自己准备的食材端上桌，一口一口吃，充满像家一般的温暖氛围。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为关怀弱势，新北土城日新里举办慈善演唱会，由里长吴信平号召多位表演者以歌声传递温暖。现场还有10多台餐车进驻，吸引不少民众参加，在音乐与美食中一同为公益尽一份心力。为了关怀弱势，凝聚社区情谊，土城区日新里近日举办慈善演唱会，邀请多位表演者与里民一同以歌声传递温暖。活动也吸引不少居民到场参与，在悠扬歌声与热情掌声中，共同为公益尽一份心力。公益演唱会现场除了安排多首经典歌曲与精彩表演，带动现场气氛热络外，会场外面也有餐车市集，让民众不仅来这边听音乐，更能享用美食。主办人日新里里长吴信平也特别颁发感谢状给出钱出力的伙伴，表示这次透过慈善演唱会的形式，除了让社区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参与公益，也希望借由活动募集爱心资源，关怀需要帮助的族群，同时促进里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最主要是我们里内的这个关怀弱势然后寒冬送暖。那在这样的活动的举办之下呢，希望可以在娱乐更多的这个民众让大家一起来就是享受这样的一个音乐飨宴，对，那也可以让我们整个就是活动呢可以更加的这个精彩。除了演唱以外呢，让大家欣赏好的这个歌星唱歌以外，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的年菜啊。物资啊，关怀金要来送给我们里内的这个弱势的名单。那另外在我们学校的外围呢，都有这个餐车市集，也是要让大家来到这边不仅是可以欣赏到好的音乐，还可以吃到各样的美食来增添我们这个活动的精彩度。而远从台中太平区新福里的里长蔡美惠也率领里民一起参与这次的公益活动，让日新里里长吴信平直呼很感动，非常感动我们这个台中太平新福里我们蔡美惠里长专程这个找了这些民众里民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专程呢一台游览车来我们土城来为我们打气跟加油一起共襄盛举。很感谢我们的土城日新里吴信平里长，他在前2个月就一直邀请我们长辈能够来参加这个非常盛大的活动，寒冬送暖。
还有公益演唱会啊，听很多里长他们都很喜欢看我们红人榜那些里长唱歌，那很多里民都很共襄盛举，很开心，很期待来参加。公益慈善演唱会活动也帮助到许多需要被关怀的里民。日新里里长吴信平也期盼未来若自己能力所及，会持续举办各类公益与社区活动，凝聚居民力量，让爱与关怀在社区中持续传递，打造更温暖友善的生活环境。记者肖世荣新北采访报道。基隆黑鸢篮球队举行记者会，宣布由凯撒饭店连锁冠名赞助的球队正式更名为凯撒基隆黑鸢篮球队。市府立委及篮协代表与多家企业共同出席见证，象征企业与篮球队携手合作，为基隆篮球注入新动能。SBL 超级篮球联赛本季新军基隆黑鸢篮球队近日好事连连，不但在10日的基隆开幕战中以93比84击败了台啤队，成功捍卫自家主场，篮球队更是宣布获得凯撒饭店连锁冠名赞助，更名为凯撒基隆黑鸢篮球队。这份信任不仅肯定黑鸢的潜力，也是基隆凯撒黑鸢2026首季最坚实的合作基础。记者会上，产发处副处长黄义维、篮球队总经理林冠伦、立委林佩祥、凯撒饭店董事长特助林博翰和企业伙伴共同宣布这项好消息，期盼藉由企业支持篮球运动，让基隆注入新的能量。要让基隆的篮球人，让基隆打篮球的孩子能够有个归属感，那要有我们自己懂篮球的人。冠伦当过国手，当过职业选手，当过教练，所以他来当的总经理是我不二的人选。去年正式开始招兵买马，然后算是一切顺利，也都是谢谢冠伦，还有向哥，还有各位好朋友的帮忙。在这半年努力，那也很感谢凯撒集团看到我们努力，然后能够认同我们球队经营的模式跟理念，那能够希望我们先从SBL 球队开始，然后吸引更多的企业来赞助，然后来支持运动员他们在赛场上面这种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的这种精神，是我们凯撒的精神，也是完全重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凯撒一直都非常的希望能够去支持我们的运动员。除了企业冠名赞助之外，主场应援的2位啦啦队员分享在主场和球迷互动的心得。球队基隆黑鸢本身是很有悍，就是很强韧的精神，所以在编舞以及我们的曲目上面都是非常的有 power、很有气势的感觉的。然后我们也会在一些局间的时候，到我们的看台上面，就是离观众比较近的地方，跟大家近距离的互动，跟球迷一起应援。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场，跟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球队加油。应援的时候会看着每一位粉丝的样子，然后去引导他们一起做配合。因为目前我们上礼拜去参加主场的时候，现场的球迷可能稍微害羞一点点，所以他回去其实也苦恼了很久，因为他很希望是可以带动整个全场来为这支球队加油的。所以他目前他希望的方式，像我刚刚说那样，他会用很多诱导的方式让大家一起。然后因为他本身其实应援的风格也是偏活泼一点的。要从产官学3个方面，我们开始来做结合。那基隆黑鸢的部分，一方面会在学术的3级球队的篮球的部分做持续的深耕跟深化。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产业发展的部分也会开始结合相关的企业一同来努力。那对基隆的体育事业来继续做推展。基隆黑鸢篮球队在2024年开始筹备，由市政府编列3000万元预算成立，并在2025年8月正式亮相。2026年获得凯撒企业冠名赞助，期盼有更多的基隆市民走进球场，支持基隆的篮球运动。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许门珍，我们再会。